一個人頭15第2節按用人講到，透過福音而得救。嗱，阿三爾查文對於啲福音係傳出本意嘅。嗱，像我呢下講隆重人啲透過呢個福音，才理解用人係講你相信而得救。阿三爾嘅信心唔好浪費先，意思嘛係唔好唔相信，係自家有信心對呢個福音。一天即刻得救，但係呢，因為到出呢個羅馬書16節按用人講到，因為到對於呢個福音，我要強嘅信心，壯嘅信心對於呢個福音，但係呢，因為呢個福音有上帝嘅大能，本每一人相信其實得救。嗱，因為到上帝耶穌基督做了本全下人得救。當佢嚟到世間，死出十字架，3日因係佢復活之時，佢做了本隆重人類，萬人相信其實得到呢一個從呢罪惡拍到嘅方面，即刻得到永遠嘅生命，這樣嘅得救，每一人類即刻會得嘅，冇事即刻出寫到本呢罪惡拍到嘅方面，其他還要即刻做嚟嘅錯處都係罪惡嘅方面，耶穌上帝嚟到世間。你擔即刻嘅罪惡，去十字架，透過佢嘅犧牲，透過佢嘅生命，透過佢嘅寶血，親像即刻嘅心中，即刻得到親像，得到義人，在上帝嘅面前，才讓人即刻得到永遠嘅生命。所以講到屬靈嘅方面，講到靈嘅方面，得到永久嘅生命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